咱台湾自今年正月出现头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到单，只有447个。台湾的防疫表现是世界勇的。咱的总统蔡英文也讲，这是全台湾人的功劳，是上介强的防疫国家队。学者也观察到，这回防疫成功，让台湾人感觉真骄傲，也强化到台湾的主体性。这份团结的气氛是要安怎刷落去的？请看阮的分析报道。 透早药局的门口排甲长落落，免2点钟，喙暗全部卖了了。疫情拄拖入来台湾的时阵，排喙暗是台湾人普遍的日常生活。 为着防止疫情扩散，全台湾展开防疫大战。除了排喙暗，民众也拢配合中央无办大型的活动，也阁有一阵无名英雄忍受生活不便，全力配合居家检疫或者是居家隔离。每一个台湾人拢尽全力配合政府，做上界坚强的防疫国家队。就算讲人民的生活有未少影响，看起来那亲像是危机。不过学者所看到一种希望和转机。 在这3个月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感觉其实这个疫情慢慢啊，嘛有互台湾有一个机会，咱全体人民啊，重新个用这种对抗一个敌人，还是讲这个病毒的这个过程当中，甲中国病毒，拢甲伊算一个，我讲是相近的概念。啊，在这个对抗的这个概念当中，我感觉台湾的这个主体性就会走出来。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，台湾人民的民族认同在咧疫情这段时间达到调查以来历史上悬，有8成3的民众认为家己是台湾人，唔是中国人。学者也观察到，在咧防疫期间，政治斗争也减未少。我是感觉讲吼，这因为疫情，所以讲迄个算讲较无政治斗争，当然。 毋是讲迄政治人物彼此都遐尼好，这个社会期待是讲啊，咱共同来针对这个防疫，吼，所以讲因的期待算讲 constraint， 吼，或者政治人物牛头搭牛尾吼，这款的这个惯性吼，都较无。新的这种台湾主体性是无分族群的，但是我唔知影讲这个和谐气氛会当过偌久。 这届防疫成功，让台湾人感觉骄傲，也强化台湾的主体性。不过，这份社会力要安怎延续，真做是台湾继续向前的力量。有学者建议政府要赶紧加强社会福利制度，打造更加健全的社会安全网。包括着健康保险，包括着这个长照等等，就是讲你互台湾其实的比较较弱势，也是讲较年岁较大。 的老大人等等，因感觉讲因并无去这个社会排除，因拢去这个社会照顾着，安尼因就会对这个社会产生真大的认同。认同了后，咱这个社会就会团结。所以社会安全，伊会创造社会团结。啊，社会团结就是上坚强的民间的国防啦。比你买偌济迄个飞机、大炮拢更较好的一个国防。啊，人民怎啊团结，因拍袂赢啦。 面对变化多端的两岸和国际情势，学者是拢毋忘在咧防疫期间，真无简单形成一种无分党派团结的气势，会使保持，真做是台湾向前行坚强的力量。记者阿明、金林、林坤明台北报道。